新年快乐，午后礼记。好，各位观众朋友，为您报道一则最新的消息，就是新北市的英文名字终于拍板定案。内政部在开会之后决定尊重新北市府的意见，采用 New Taipei City， 理由是这个名字获得多数市民的支持。New Taipei City，New Taipei City， 生活充满惊喜，人人热夜安居，一起再创新北新奇迹。精彩丰富，休闲活动，新北市的娱乐有好多种，艺文品味又再度提升一个 level。我们承诺让你幸福又乐活，城市建设更加繁荣，新北市的发展生机勃勃，经济实力又再度提升一个 level。我们承诺带给你我新生活。New Taipei City，New Taipei City， 让乱泛出新意，到处新鲜有趣，要展现新北生命力。New Taipei City，New Taipei City， 生活充满惊喜，人人热夜安居，一起再创新北新奇迹。14張 station， 14張17張右側開門。如果你想接触自然，上铁道绝对让你无敌海景第一排的 view。铁道在利用焕然新当代艺术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打开后立马看到 Superstar， 这么狂的 Fantasy 真的无与伦比。 Welcome to New Taipei City， 哈哈。New Taipei City，New Taipei City， 光芒泛出新意，到处新鲜有趣，要展现新北生命力。